这4个人中，有1个人是真正的后池。若你猜错了，不但这个婚礼罢了，你的洞房之夜都在推迟100年。张婶儿，这不必了吧？姑娘，新娘子出嫁都是这般打扮的，您可不能坏了吉祥如意的规矩啊！那咱们一切从简。后池姑娘，这成婚啊，乃人生大事，一生只有一次，哪能从简呢？这该有的呀，我都给你置办好了，一件都不能少。这事儿啊，还得听咱们过来人的。是啊，姑娘不知啊，这新娘子的发髻梳得越高，那今后的日子就会越好越红火。哎，您瞧着，我是给您梳那个8宝莲花9层冠呢，还是这丹凤朝阳4象簪啊？我后悔了，我就应该待在清池宫等3姐来贺。呸呸呸！这大喜的日子，姑娘说什么晦气的话？今日可反悔不得！一会儿您吃些蜜饯，讨讨吉利啊！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今日大喜，若是比仙法的话，未免太不雅了。不如我们玩一个游戏，你若赢了，我便同意你迎娶后池。这4个人中，有1个人是真正的后池，但是你不能碰他。若你选中了，本君就算你赢了；若你猜错了，不但这个婚礼罢了，你的洞房之夜都在推迟100年。给个提示，兄弟，我真帮不了你，靠自己吧。看得仔细点啊！娘子，相公，他不是这么草率，看仔细点儿。这般恶心，定不是后池。我这般柔情似水，您怎么能说我恶心呢？你赶紧背过身，我一想到你刚才跟我讲的话，我就更恶心了。后池的腰怎么变得这般粗壮了？混账青木，说谁腰粗呢？当心我抽烂你的嘴！好呀，你竟敢诓我！只说不可以碰，没说不可以诓啊。诡计多端！你们几个，大喜之日，在胡闹些什么？还请恕罪，我们不敢了。青木，你这是作弊！您怎么能作弊呢？我还没说你们作弊呢，明明说4个里面有后池。我娘子呢？好了好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她定是急坏了。新娘还在后面等着呢。